欢迎收看《后场太上宫》，有啦太假多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土司中阿中股强海老后场人大在鼓了。锣鼓人人有一句话按样讲的，讲到钱，莫该手磨嘢。也价钱看起来丢丢的天天，不过迄个太条，没阿蛮太条。韩国因为价钱看清1、3年，咧从古到今，莫该就算唔清。根本有6个后场人爱老大家强下来分享，拄到莫该事情爱老人价钱，韩国唔敢真见为老人嘅钱加出去咧，众上来分享。首先，大家手机都系阿志怡。大家好，我係石頭媽媽加工5萬年的阿志怡。跟有版哦。有版的4萬年咯。跟有新版的。跟一下，我做的因你種做愛 K 模的嘛。K 個做的加錢本來嘛。你真 K 啦。我不打不起，第一場我手機都係你搞。大家好，我係加錢後加本係貴我朋友嘅朋友嘅你搞。你係本你詐騙嘛？就某收4倍都在加，柬埔寨啦。咁你嗰種軍官，貴我嘅軍官。貴我嘅軍官，意線啊，做你貴賓呢？沒有啦，沒有，兩下都伊拉克打仗誒。也沒有我係不平咧。大家前天睇咩啦？第3啦，小街都係北京。大家好，我係李亞聲音4就加工嘅羅太千，不過佢很愛嘅，攞佢主動投錢，很本機馬到阿奧維斯嘅種北京。哎呦，太嘛。有一種錢咧，一種投錢學真緊學，千絲勒索，千絲勒索。唔啲用介紹，又不能講說，我哋係讓你團錢嘅簡單嘅關係。冇辦法。用介紹，等下เรา睇下強下來討論嗬。第4就手機台阿假人。大家好，我係世界世界從頭看到牙膏、牙婆類、牙夫卡、價錢不牙術用嘅假人。係錢絲勒索一種。真緊好，拄到那種錢，韓國就係動錢錢銀，讓你價錢加下，多單用介紹嚟，等下強下來討論嗬。第5就係手機台阿小鳳。大家好，我係小鳳，我體擺加錢咩？喺人阿妹加5萬塊。哇！我多擺冇錢好揾呢小鳳。啊，要反擊嗎？要啊，有下估嘢不知啊。 5萬隻蝦5萬就做唔得嗬。最尾老細個就阿比倫。大家好，還有朋友打電話來人講，假媽媽愛吸煙，愛人來加錢，唔過請後面別空本來發現嘅比倫。那種人吼，規家人全部俾你豬槍槍。真嘅咯，因為做設計不近人氣嗬。唔過從細到大人設計嚟回想一下。從細家下，老萬人加高錢，你為到乜嘅事情來加錢啊？自己。嘿，厝體剛剛講到嘅阿妹，佢其實眼真人較少有機會會同人加錢，佢可能啲貴少還係貴重嘅時啲學校嘛，可能就同學強下邊考嘅時節去福利社，佢有時去到福利社啊，一下冇帶到錢包，還係睇下強下聽東西，乜嘅郵購啊，嘿，冇帶到錢還係錢。郵購係乜嘅東西？你冇帶有，我剛剛想說這是什麼客家話？就是強下聽東西嘅時節，錢啦就會同學加錢，可能加係差唔多20萬元啊，還係30萬元，最多就會到100萬元。唔過你捱都講起價錢不用睇，嗰時候捱今日就會加萬幾條錢，嗰時候捱係加錢好寶寶。有信用加錢要有好。因為俺好假錢哦。冇捱當少加就帶錢錢包就好咧啊。因為像西那種誒，可能100、200唔記得，然後自己給福利社，可能就買4000啊，就10K、20K停，你要喊走的，但是你就不能因為說你10K、20K 什麼大都按有有當多人就要按你個渣點，就講讓加20萬元，強我就唔記得，跟佢加幾年還被排斥到去偷，因為就對10K、過交停，你就老裡偷，就個吃到這個好像很懂冇愛用，冇愛用。我啲貴少家下10條、20條就沒懂開。是雞腿沒20條。講到阿比倫，你雞腿20條，你啊，個故事老太講下，乜嘅時節細漢家下，拄到乜嘅情況，當然來加錢。我即個咩老人家嗰種故事，後來因為嗰樣是有聽到嗰種釀乳咖啡湯，那個有冇再讓佢渣點咯？網咖啊，
天哎，冇咯啦錯，。嗰樣是有動作嘅線上遊戲當鳳咩？做咩？超人向下去啊！嗰個有上時就講，譬如講，醫生去2點鐘，你就帶嘟好嘅錢去2點鐘。唔講教啊，去用冇可能只有2點鐘，你上次就半夜去嘅，啊，繼續教用班，教到冇嘢冇嘢。你明白？我太假向下去，真神奇你嘅。講組隊咩？吼，迄奶吹，迄奶吹，向下教，佮加加50、100，佮轉去做老母看因講，哦，我去教迄網咖，加50、100，做乜本人大多半時，咱們頭都佮50、100，做本人媽講，冇才挑穿錢，還總愛學騙人8千，係啊，一才個，做佮50、100沒有本人。當然係啊，因為頭班嗰人講有嘅就講嘅，嗌交錢，本人讀書嘅，嘿，唔係交錢，本人去教天通嘅，係啊唔過嘅理解，自家細漢家下，自家嘅價錢嘅故事，留太分享其實我寫嘅時間沒冇嘛，老馬上影響我加錢，因為我覺得我臉皮很薄。你有冇看會教你嘛？係用白嘢，誒，做唔係是價錢。我下嘅教育就係捱做唔得，老騙人加錢，啊騙你咩做唔得老捱加錢。捱不看咩？係因為就知道有加，有吧，在家就不難，不過有加冇壞嘅時間，在家就懂困難啦，嗬。誒，做乜嘅按樣講？因為寫嘅時間嗬，懂多年老捱不下加錢，係尤其錢，你不看懂有錢出錯嘞，冇啦，尤其係懂到嘅朋友嗬，不錯，誒有談到啲時間夾嚟玩咯，係嘛吧？古時候呢講到加錢呢件事情嗬，誒，超過15年嘛。誒有喎，跟晚的所以說起高鐵啊。跟民事就15年而已，最討喜。係，古時候你知道加錢就係傷感情嘅事情啊，嗬。古時候寫嘅時間捱到啲教育就講，誒唔好加錢本人啊，除非係講1000元以內就係做得，超過1000元就做唔得。按拄好係欠用900，還是999？999做得啦。依家係細號捱按補壓式嘅壓號，就拄好999個元，做得老人家嘛。呀嘅時間嗬，我會講乜嘅呢？我就會講，好啦，我加本兒嗬，唔過呢，我要唔排斥老年頭，你這個愛記得，你要自己記得哦，唔記得嘅話就算你啦。坦白就老記者，坦白要所有大家係後上台上講，大家就啲馬上做啲價錢，而且要1000元以下。開班999。大家都底下講一條都會嫁朋友，有這種朋友，嘿，錯冇？歡迎李家信貸，50萬千的信貸，而且還只有999。係還錢呐，係啦。嘅家人，啱冇卡要教育人講，兩個金錢嘅概念嘛。對錢，我要下注通掉一講，騙人有困難嘅事情，我老佢聽說一講，騙人有困難，佢家不開事情。其實那個爸爸給騙嘅親戚呢，真係唔曉得賭錢。我爸爸嘅頭髮有鐵啊，有田嘛，全部本佢哋撩槍槍，就拿去搞哦，唔係去賭叫做嘛嘅，就全部拿去地啊，拿去係地槍槍嘅，拿去搞錯安尼。古時候呢，嗰樣時我有7個阿叔。7個都冇做事，都冇條路，都冇條路，全部做麥田麥地，加錢。然後還有一個白雪公主，係我爸爸係唯一咧要做事嘅人。你爸爸要太科，係太科。古時候呢，我一出世嘅時陣，我媽媽講，絕對要再去同阿媽講帶，做唔嚟老阿公阿婆向下帶安尼，其實聽唔一樣。唔過呢，就搭陣嘢呢，就會看到阿公阿婆來阿婆卡，就來加錢，幫阿叔去搞。哦，差唔多20萬，大概來就20萬，係多多。哇，按有好吧？喺大禮拜嚟啦，大餐嘢來禮拜，我一個本件20萬。月薪20萬一年要200。阿妹就懂啊，就講做唔得，結果阿公阿婆就跪下來。啊！就跪下來，我媽媽就是天打雷劈。係啊，總比安尼跪下來做唔得，就唔怕你就會本件安尼情緒勒索。阿妹就來講，給錢就冇可能會再個轉來，就會聽不用太多。對，加出去就打水漂嘅，打水漂唔會做打水漂啦，古時候意思就係，你將結婚後走條路營業啦，就虧下來，然後就賺20萬。真嘅，跟住下來，你看下有商機耶！你有冇看你下你面前那面盤前又欠那個做得虧下來，見唔見係低到嘅？你睇下輪流，你加信用貸款，而且佢係加年信用貸款，加年信用貸款。門口有兩隻孔就會切掉。唔過阿小鳳唔知家拄到乜嘅事情。我從細我真係冇攞人加錢，因為我從細我副卡吼，啲用要加錢吼，已經做來盤嘅啦。古時我從細我咩冇乜嘅人用錢，唔過我幾樣事。你啲有印象？冇印象，跟人嘅塑膠乾咧，都係去換錢。係家閒做。這樣子，台北市哦，嘅河濱公園當到人啲大野球，萬那就有礦泉水都得飲嘅哦。我有一班係營業嘅時間吼，
俺年都差不多，俺迄边3点500 K 转啦。你用是有太管的2个月，係2個月。啊，人家打野球嘅礦泉水貴上嘅，佢貴上嘅好好，俺咩啲變成跳來倒踢，應該同講哦，因為電池沒做得完全咯。電池沒做得。結果我後來，我較睇到我有市場查以後，我話去人家工地有冇，人家我得睇個熱水爐。哦。係，佢買銅買鐵咧，個熱水爐沒做得賣。較多錢。係，我存到錢以後，我就去去買條牌嘅 Game Boy。跟電動玩具，係你想買買肩部，你買以前健保費嗎？唔係健康，而係天通啦。結果我爸看到吼，見到我迄人伊加錢貨動創點哦，把種啊通下落去，我我硬逼，然後經過，唔敢讓伊加錢，人家冇材料誒，你就冇搞。哦，殊不知附近工廠的熱水器都不見了。要去硬，要去搏，好唔好？講到正經，即係老人家前一講家人前呢一件事情啊，正經冇按過。唔過觀眾朋友們想下，你有度過騙人老人家前嘅情況嘛？到底係用辦嘅情況，你下先經一團後生對下發，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傾下來討論了。歡迎來到後生對下發，大家有同人家前還係家前本人嘅經驗冇啊？今日嘅後生對下發，我會教大家3個同價錢有關係嘅詞彙哦。第一個，借錢、價錢、價錢。目前講你哋就會想辦法同人價錢。第二個，欠債、欠債、欠債。欠債唔係一件好事情哦。第三個，討錢、偷錢。討錢，價錢笑咪咪，討錢賺唔抵。後生對下發，會記得咯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講嘅節目現場，今日老大家講嘅就老錢有關係呢個主題。咁條班人講哈，講到呢錢哈，老人加錢嘅時間，有人哈加錢就笑咪咪，我老佢偷錢加下，就揸唔掂，所以就變咗哎呀，係就揸電視機有事咁樣。我說啊，我唔掂啊，你要個個嚟幾番，我要老人家講冇。你喺馬上，都在喺馬上，唔過從細到大，我卡到嘅用金錢嘅教育。正經當重要，不欠，也不卡細漢時間，用百姓教你講那種金錢相關的那種觀念咧。其實大家提這團頭唐太大家工具，向我發現講吼，曖昧嘅張氏家訓，然後離家該不卡又都上橋。有強用，我價錢本人。唔係啦，莫老賠上銀假錢，免莫假賠上銀錢，因為佢講吼，假使因為假錢本賠上銀哦，你就係心理嘅準備先講。你我準備講你一千，一定會冇咧，冇轉來，那唔轉來，也係人家朋友就冇咧，你要麼是錢沒了，要麼就朋友冇咧。那假使係自家咧，我假錢啊，行下做唔得啦，因為吼，你會開煙，沒有節流，所以保持一種賭錢嘅習慣，做乜解會？輪到我假錢嘅清空了哈，現場應該沒有借錢的習慣的吧？冇，覺得好像只有借錢的習慣，那種習慣，真經會用因假錢的習慣咧。有，啱啱加不卡有價錢。加數唔係加數，係加公加婆，會老人假錢本加其他來而用，冇錯。很奇怪，咁我講到這種那個本人假錢的事情哈，大家有本人假錢過嗎？有，你乜個時節？係貴重嘅時節。貴重就開始加銀錢啦，至於貸、信貸。因為我提早高興，係因為嗰陣時我貴重嘅時就一筆同學，因為嗰陣時我年紀咩卡細嘛，就排寫個幾千人啊，我嘅同學就出價同我加8000的元。貴重啊！貴重哦，8000的元都懂到8000啊！學費也才幾千塊而已。真嘅，我以為嗰陣時我懂唔會賭錢，我同我只有錢都係。你那類按多嘅人用錢，我就我聽你我賠上銀假咯耶！給8千，係跟他講個5萬塊職業拿出來。我嗰陣時係盲同媽媽加錢啦，係我就同佢賭錢，韓國嗰陣時要喺啲好搞嘛，冇乜嘅發錢嘅機會啊。嗰時嗰陣時佢就同我加8000元，我妹就想講，到底係乜嘅問題？佢就同我講，不可有事情。
起，我就冇記上門咧。後來呢，佢就佢冇還我錢點喎，我就見到佢拖，佢就講好啦，我要還啦，就到到我一衝動，當初唔欠佢冇錯，當初我同學變人咁樣，後來我咩排泄同佢拖嘅，佢就轉學咧。來講一下，姓什麼？香氣，起色記，唐天涯的故事先唔散哦。後來轉學過後呢，各位你也跟着轉學，轉過去，3年過去咧，有事情發生咯，3年過去嘅喲。後來大家就超強下食飯，我就看到佢咩看到我咩排泄同佢拖嘅，我想超酸嘅，呢一件事就留佢甜冰體，做3年咧，唔錯，要幫助到人就好咧，積功德嘛。後來呢，你轉不下過後，佢就用信息傳信息俾人，就講，你係種好本藝，佢就比本藝8,000元。你安用做，你安用做的，應該攞一個，你3年lang應該要離職。離職。韓國你下通貨膨脹哦，你知嗎？你最少要還多2%吧。冇錯，其實嗰陣時就從白強講嘅，嗰陣時癌症一開始都3年當神夢，唔過過去3年過後叫還本藝。就變好朋友誒嚇。冇變好朋友，不是有點小確幸，因為你可能本來是冇想到你8年。那有可能佢邊從先想要釣太魚。他們那種加班吧。我一下沒冇聯絡佢，他是姓范。你這種事情做對，你就來度好就好，然後過後就冇過聯絡，因為頭班講嘛，朋友總唔得講多錢，講多錢就多見鬆感情。真見鬆感，因為多見你按多事情，你種朋友嗬，你攞嚟拖咩唔係，唔攞嚟拖，即係要過唔起。你想即係唔係好朋友強樣？係啊，你講你8,000塊。對我講，咩唔係小數目？嗰陣時8,000塊對貴重人來講啊，千到啊，8萬塊添，係啊，像成年嘅8萬塊樣，跟你間頭擺本年加過錢啊？係咩頭擺係亞報嘅，其實係今年嘅事情，係我看下講出來，我剛剛沒講呢，我都會加錢本年錯嘛，你加錢本貴。冇啦，我加錢本係國外朋友嘅詐騙啦。唔過想話嘅話，人講咧，係因為講咧，佢愛參加一發通，係想講，怎麼去參加發通？佢7家信用都當過嚟，信用卡上留意下就做對啦。但是我吃到呢，佢可能係就是有緊那個匯率問題，漲動多。韓國再過來呢，佢又講，這個發通其實就是那個運通嘅三角，你要講兩人在戀愛關係，有3方啊，有神奇腳啊！然後你講，你突然一聽會變成破口。我想講，佢填3方，其中愛去便利商店來去拿給費用，韓國還萬人橋哦，還萬人橋哦。古時你就知道跟匯率差很大嘛，錯嘛。古時我就想講，佢係我國外朋友嘅朋友，又唔係我嘅朋友啊，唔係啊，國外朋友嘅朋友我又冇認識佢，就睇到當業醫嘅。係，就算佢冇還我錢，可能咩係我朋友嘅問題，但是我就想講，佢聽說會還本我。哦喲，你就加佢，我就加本佢咧，我就幫他繳錢了，所以然後佢拿錢咧。要辦嘛？結果我就唔點樣用辦講啊，因為總結嘅人吃到就懂冇喊，反正清明壓他錢就冇偷賺啦。偷幾偷壓哈？我想確定一下，一個國家，唔係我想確定一下，嗰錢係咩1000元以下？950因為一般高橋，不是那個匯率，他覺得有差。跟冇按你啦，你全部來注意只討債集團，你讓偷多就搶人就食飯。哪一個國家？你有冇跟東漂拿本人嚟偷一下？唔過講到太假咗，錢下少，而家錢下多啲係會太財主多啊，cell phone啊，100嘅1,200啊，唔係1,200，頭擺tan工要加人當多錢，你多的人都冇飯錢，加錢嘅人時間嗬要一樣面，攞佢偷錢嘅時候要一樣面，嗱仲有多的用俾人對付佢。因為我有一擺台中配合咧，我記得我報一隻東西我愛買嘅，如果價錢唔拉，我就先飛過去本期，跟錢算太條，就愛照銀行嘅，唔係睇隻數據輕輕嘅就做得咧。飛過去以後，記得我講冇買到，太有可能講好已經講到幾多有乜嘅東西幾多錢，已經講好價錢嘅。飛過去真係個冇買到，個冇買到冇關係啊，全班啊！
我講哎，我下禮拜張飛本啦，我啲阿伯嘅都無限。我講唔會啊，你下張你以為下就必賺來嘅咩？嘿，最冇應用好，你下張廣州天天嘛，分很多次也好。結果佢就開始吼，嘅天花一係冇接吧，動漫張接啦，冇接起來就講乜嘅危險，係滴滴嘟嘟嘅，我發現唔對嘅，唔錯嘅，我當機立斷哦，馬上視察嘅去台中。我看到佢嘅下佢行啲地方看電視啊，你看到佢嚇到嘅點啊？我講錢拿出來，好，最後我才發現到，其實加鼠標而已，唔係加東西要買到。哎呦，講出來，係鼠標嘅啊！所以他是2個都要，錢幾枚愛，跟鼠標。等於講吼，佢利用片唔掂到，因為講佢可能要愛用到錢。錢拿得人嘅錢。不愛買啦，錢買還啦。哦。結果我當天我就給佢讀到。10倍，我們還錢就出嚟。跟你拿這個鼠標嘅。反正就會一點解有古怪啦，反正有問題就抄回來。係出的錢啊，我強硬我就攞錢腳盡咯。所以最尾那係錢，咩那個手錶，我咩冇誒，還是他的手。他的手，cái理論談講一開始就講到嘛，即係本人加錢，結果逼窮本人做到。我錢都冇記按到嘅，啱冇講人家錢幾多。不過總唔得講，總唔得講。太跳我當時我爭2班，係有係一認識當叫嘅朋友，我咩地卡冇卡頭呢？跟住有安普佢都打電話嚟講叫我讓我加錢，佢咪乜嘅原因呢？叫媽媽係煙就講台灣要去納嘅錢係當記唔記安尼？我去納錢，佢就講我納2班。我係想講啊，咩認識當叫嘅，我咩地卡冇卡頭呢？爸爸媽媽全部都認識。我係想講冇做我台灣去醫院，然後向下去，我做然後納嘅2班。我係做順勢看看啊，伯母好不好？看一下還沒用吧？結果冇200枚，可是弟弟就說哦，冇關係啦，唔是人來去唔做賺本來就會啊，吼，按麻煩，我就香港冇可能，奇怪，平常還冇人冇卡食飯呢啊，我就講老實講，冇人做老闆人家，喺落其中啊講佢搞嘅股票啊，有一隻很多嘛個當沖啊，就講喺假設佢嘅錢冇嘢落去吼，佢做本人嘅信用會唔好啊，佢喺本人發錢也掉，嗰下就想講咩認識當叫嘅朋友，跟住佢講幾多好以前一天不辦，我想講冇，我做嘢冇卡頭，冇企用，唔過係跌價冇卡頭呢啊，冇嘢個冇卡嘅門做唔見，好啦，按你香港爭去加嘅，真嘅，有版，代表他有賺錢啊，有場真嘅，就按呢，因為頭版裡面有講嘛，買田嘅時間千萬唔好買後8田，因為會浸水，而加錢嘅千萬唔好加朋友錢，因為可能就會拖唔着。唔過頭版人按樣講，咁真嘅有人加出去嘅錢，咁有拖轉來咧，等下轉來繼續來大家傾下嚟打嘴鼓了。雖然夢面前咧，經濟危就好點點就跌到夾夢附圈，係因為佢走成走，佢下晝就讓佢走過來，係我按部條就到嘅。對，咩就按度好啊？你走成條走，我按部條就到嘅。為什麼你咩意思就按度好？哦，意思講按度好啊？唔講記啦，講記，記啦。一次講會。唔是送，大家都有記。歡迎大家多多嚟後上台上講嘅節目。你哋先吼，正經吼，大家應該都心有戚戚嘅。講到錢，萬人唔會欠，對，我加錢出去加下吼，習慣就係習慣到吼，習慣刮掉掉，就要給條錢啊。你加出去2條錢，感覺多賺來咧，數賺來。係，就頭版咩要講嘛，就講2錢加出去吼，正經吼，唔是上岸度，給你家加嘛，因為要講到2錢加出去咧，唔過自家行嘅習慣都刮掉掉，都當然用介紹來計。其實用蠻講的，咩冇非常刮掉，用你加錢到，完全按到，咩按用講，我知道真係喺加錢的發行，習慣都聽錯外上1錢可能真係偷唔賺來咧，就做善事，你要尊重唔係加錢，係送錢，做嘢人情，唔可以搞壞朋友，按用就好咧，知冇？要福報，係要福報，有時候按用上其實情會較好啲位啦。真見當初當做好朋友，你還有兼好朋友嗎？人哋都可以係嘅好朋友都會多加錢，好朋友嘅額度就999嘅元，嘅唔熟就係夾隔千多層，就都係加1個錢。唔錯啊！按原來嘅額度係按用天嘅，我慳埋就看錢2、3年。如果嘅亞少鳳啊，加出去嘅錢。
係講數唔準，也係講佢樣樣冇一辦。佢係冇辦法數唔掂喎，因為有一句話講到人死災難啊。啊，係啦，就阿爸家前結果佢過身，因為用把佢老家拉頭。係啊，我去年家下有一隻同業啦，佢等我釣一隻藍鰭，差唔多3-4千元嘅價值。好，因為我平常時冇時間去啦，差唔多經過3-4隻月，有一擺拄好啲嘅劍鋒附近咧，我想講近咧咩？做隻sun沙戲。係想講去大寨古蠻好啊，嗰陣時按比啊差唔多9點鐘嘅。動宿舍誒咩？叫我就試下跌過去吼，我看到吼，家福看到不搭棚誒。哦，然後又還有遊龍誒。吼，又掛一種相片。唔過我有多，我試下高興我就看一下，我就想到底係咩記，因為大部分掛相片就會較後生。我有時你唔懂嘅，我就停下來想講。到底係記啊，唔係記，冇聽出假露台啊，係冇？都難講啦。你掛卡後生嘅相片嘛？也修圖嘛？點樣嘅？我想多就多嘅嘛，吼！你去帶隻招呼，叫我看到嘅姑娘，我講你啊，嘿，其實太過冇講，嘿，我講用翻人度好，基本要早晨嘅事情。我想啊來就來，佢就我驗響一下，係驗響一下，我就到佢驗響睇以後，我照以後發現到，唔錯。我重要嘅事情冇講，我講調價係安尼啦，啲材料嘅事情嗬，啲小口事情唔是偷嘅，你咩唔是辦嘅，我基本上擺槍見我，買行快多，唔是辦嘅，唔是辦嘅。我唔驚佢係用啲錢辦到，我驚冇講清楚，肯定係要跌多進來，賺唔起嘅。唔驚佢會錢啦。雖然夢面奇妙，經驗係就好點點就跌到夾冇附近，係因為佢早晨走。佢下晝就讓佢走過來，我按部條就到嘅。對，沒有就按度好啊，你早晨就走，我按部條就到嘅。為什麼會記？沒有，我意思就按度好。係用戲嘛？我意思講按度好啊。你講記啦，講記啦。一次講會。唔是送，太假就有記，太假就有記。不過有時是真嘅，呢種事情。咩冇聽錯，有時就真嘅哦，你好點幾麻皮會碰碰。係啊，呢種係講清楚講，一材料唔是偷嘅，唔是辦嘅，唔是辦。即3-4千塊，我就專做等於做工的。咩叫我辦係乜講啊？係啊，叫我條啲錢唔辦錢。半夢家下叫我來辦錢啊！阿鳳姑啊，佢按多年咯，3-4千塊嗬。唔是按客氣。小神當很唔過來，就會遇到呢件事情，老人講清楚啦嗬。真嘅按度好。到時候我下次帶你上去玩。阿比倫啊，你自己嘅故事。其實我剛剛講到價錢係很有討論嘅。講下拍咧事情，咩講家嘅朋友，有上次講較少嘅100-200啊，真係當排泄頭，就盡送順氣安尼啊。佢唔過有上次講家人嘅錢，喺佢拿轉來嘅時節，就當場挨欠佢，50元派套房係50元，安尼當唔講係會上一隻判法，上馬判法咧。比如講啊，就會講哦，我最近嘅信用卡路強多，繳錢排泄啦，做嚟錢不加不萬捱嚇，拿錢沒錢嘅。千萬係，咪比講你用錢好嘅，你用錢安尼，而拿信用卡，你講哦，我多辦快鐵嘅，我賺安尼，用各種理由講也要用到錢。你平常時冇賭錢哦？冇啊，冇錢。你而家講係上到，還有一隻方法當好。好，乜嘅？攞成咩？我之前咩要收利是咧，我不揸唔記得，攞唔加錢。哦，我限收1000元，唔攞我攞唔加1000元。哦，就唔係排泄。就變成用一種方式，你加多賺落。真係懂辛苦啊！係，就懂辛苦，你知道？結果佢真係攞唔妥。佢自己冇提嘅錢，佢唔會記得，佢冇騙人欠幾多錢，一條一條記清楚，記到當定陣。不過有種家講嘅可能係朋友啊，講我俾做事，啊講老你冇按錢嘅人加錢。不過真嘅有上時係這種，即係惡卡人。甚至人動情的錢人，呢種唔知道無家己做唔得呢種人，像8欠一塊時就講到嗬，裸態，裸態讓你賺錢，你講做唔得，你就知道啊，人家冇啦太過太火嘅容了呢，係啊，係因為咁講哦，該時係因為係太
出社会咧，差不多2-3年咧，2-3年咧，所以我就赌钱啊，收你喊做的，我嗰時老太係大學生，你看阿哥佢賺錢很多哦，所以想讓佢賺錢，他真的就是50錢，我喺度看，阿哥喊做的咯，所以讓我賺錢。我個第一人稱看機係安永慶啊！我後來咧，我啲老人食日擺就2萬塊哦。對呢個大學生來講，做乜個2萬塊呢？韓國佢平常時買個學費啊、個生活費用啊，全部嗌咩為負擔嘛？做乜個2萬塊咧？我嗌咩冇門機啊！想講吼，世界上唯一三個手足，喺我嘅安樣門東門西。其實講出去又冇差，錯，所以我直接去銀行領2萬塊現金本機。韓國我是領19000那個零頭嗰種條嘅浪錢啊，好像是其實我是擠出來用本機，你們都唔會做戲呢？有多少這樣？錯，那賭後2萬塊，就是最後幾張是什麼幾百塊啦，丟出來，加錢還會做戲就收的。清明就還要從福袋拿出來。那個重點是係亞老太到底要12000嗎？因為佢講吼，明年你睇隻細節嘛，譬如講幾多號，佢只提為灣崖哦，韓國加上2%嘅利息，做得哦，2%做得咯，讓銀行差唔多嘛，佢夠得一切，結果真正到明年咧，因為我有幾多嘅技術負擔，結果到咧有體相，完全冇。兩件事情對他完全好像沒有這件事情。都呀哈，沒，後來我沒落機冇提醒，因為過了2年3年，我真正讀唔掉咧，因為你一動案啊，看叫大擺去釣蝦啦，唱 KTV 啊，然後朋友出去了啊，結果咧，我就真正落機講咧，真正係灣崖咧，雖然我冇熱天愛你2萬塊，不過你係。那係信用問題。對啊，你欠我錢呢兩3年當唔要到佢講過。又像開玩笑、講笑，或者你還我錢，你都一直出去玩，你現動啊。不知道有玩意嗎？最美。經驗張版，最美有玩。前2年時節，佢真正就玩咧，因為佢真正賭唔掉咧，佢玩嘅時節哦，佢真正是玩2萬塊錢。跟2%冇誒。對，冇。韓國，但是他送上一句話。我再也不要跟你這種人借錢，真麻煩。哇，叫唔出啊！後底喺露台呢，叫唔出，唔講唔中你們辛苦啊，之後。對啊，我整個黑人問號呢。點都係唔好呢。有陣時會變做安永片，因為條擺媽有講過，假使人家簽約冇清楚哦，兄弟咩難兜顧，就講唔似個兄弟之間咩情面算賬啊，連兄弟之間都要算得懂清清楚楚。希望假使遇到一簽約問題，我用解釋，佢阿子然之間。唔知㗎，有度過那種親切好朋友，冇抗議。有，我喺家前本來媽媽，因為嗰陣時我當兵啊，嗰陣時我就地盤公司做事嘛，就有穩定嘅薪水。嗰陣時我媽媽就同我講2萬嘅，咩2萬？2萬同學就2萬，冇。唔過你可能2萬較好談啦。嗰陣時我媽媽就同我講2萬嘅，我就出家本嘅，因為我就想到講，因為我係單親家庭，因為自家嘅媽媽，我種佢真係會同我家係因為佢一定係懂事嘅，我說我一定會家本嘅。嗰陣時其實我啲習慣都就幾聽講，那係我嘅媽媽聽不用睇咧，我就冇去提醒佢。因為我知道佢將我供出來又照顧我愛叫，其實2萬元真係冇多啦，冇幾多錢。係後來我媽媽還記得，佢就1萬的版本愛。做了2次啊，一般的工作班都600。600啊，大3年哈，真嘅大3年就會有遇到咧講行無路啊，一講需要加下，唔過真嘅啊，觀眾朋友想看，假使真嘅行無路嘅，冇辦法咧，真嘅會老人加錢加下，唔敢真嘅會老人加錢咧，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，向下來打最久了。我媽就看出來我困難所在，阿妹就講話，妹啊，我這家就佢就這樣比本來5萬年元哦，真咩你老幾隻？我冇講，那牙面還會懂艱苦，因為他嘴角還有吐，這樣子哎，這樣子變成樣，同車位，我想大家都
多多嚟後生睇上岸節目現場，今日你係先吼，真嘅本大家來好好來講一下，真嘅吼，即個本人加高錢，也係即個馬街時節，掌握老人家錢。一開始雙語團最尾吼，有留下個講到，即係搭上嘅吼，就係有碰壁嘅時節，就行無路嘅，無法度嘅，即個斧頭打開啊哦，我生奶咧。我生奶冇唔錯，我生奶真嘅，那地方嘅奶啊，跟酥皮啊，就拔下來食咧，都壓開時節，就已經這個關節點了，這個節骨眼了。關節點，很勇敢的啦，哎呦，關節炎了，真嘅，連關節都要發炎了。冇錯。跟勇士，你會老人加錢冇？阿志怡啊？我應該就會同加錢啦。其實公司來講，剛一開始啊，我就有講過，我有同媽媽加過錢嘛。跟其實這種事，我張邊生。自由工作者嘅時間，我真係斧頭都存下200元聽聽哦。生奶了，係真係就生奶咧。我嗰種事我要拍攝本不看人哋，嗰種我就都冇同不看人講。我媽媽就是媽媽都會知道，切個妹都帶啲上乜嘅嘛。我媽就看得出來我困難所在，阿妹就講話妹啊。我這隻就佢就是飛本係500元哦，係就真係你老幾錢？我冇講，那牙面還沒懂乾苦，對他嘴角還有吐，給我是邊使用？從車位，條皮粒夾嘛。冇錯，冇錢食飯嗱，後來我媽就講妹啊，上電用下。少錢，再個同媽媽講哦。你真係講緊200都唔了。不過後來呢，我媽其實記住冇說我白面，我係慢慢地還本嘅，分期付款。還倒貼3萬呢，因為你退時啊，2萬。有。他退3萬。拄到有陣時間，你就會想到吼，安尼吼，香港人頭白就講到，樣樣為石子就經係衝過去嘛。啊，後代你上到牙唔係單管狀天天。後代我一下常常有問題存錢。最少有左水溪暗瘡。冇錯，咁兩種嘅真件就好得兩個自愛，兩種自愛嘅感情有，然後唔係因為了加減事情嚟通。其實我知道做生意做嚟有愛用嘅想法，想講阿爸阿妹一定有錢。係，因為阿爸阿妹可能照顧到安泰，咩快動到錢，一下人哋有能力，出上愛加錢嘅辦，冇錯。真的，我們應該要跟那個就是那個推廣大愛。愛玩開嘅哦，係，都不一定怕。其實有啲事我好嘞，這個問題之後再來討論。唔該咧，真件假呢？吼，睇下看幾啲，嚇按唔穿錢，按不得幹部。都係同佢家。冇錯，唔過談講吼，一開始其實頭擺沒有老太家講過，佢真件有多嘅斧頭存冇錢嘅時間。冇錯，應該係那財哥。應該幾不卡人斧頭加起來存到1000元。應該爸爸媽媽係用矮嘅斧頭，就會200。假如1000元嘅時候，我有時同配實加高錢，唔過你係同 A 加。下張嘢呢同 B 加 ，B 3萬半 A， 係，再下張嘢同 C 加 ，C 3萬半 B， 唔講同加，更加，唔講係大概就是存錢都不用落去，就越加越少啊，7米讓萬，就移花接木啦。咁我而家用食到，唔自己唔記得咧。唔會，眼都會下去了，而家係馬上，反正一張嘢唔是本給利息，估做下周的，就杭州的，7米就萬退。好得咧，他有太穿錢咧哈。杭州的啦。感謝太起價咧，做嚟做太價調價咧哈。不過唔單止假年安尼哈，真嘅大家喺上台上講，真嘅是大家的那個努力的好標杆。阿小鳳哥，唔好看佢哋啊哈吼，事業做安泰，頭擺沒有加過錢咧，加多唔多呢？係，我嗰時價錢加下已經有4半年咧。哦，係已經做阿爸嘅，結果還喺度到安尼情形。因為有生意點都是有咧，有生意咧有固定咧愛使嘅錢啊，按對方啊，老王太太2-3年學多擺，強下同事快退，已經漲都做唔得個漲，就係貴公司，唔係啦，就愛揾學多擺，哦，一下愛揾2台，真見冇錢，安樣夾實咧。其實我爸爸媽媽係懂傳統嘅，唔可以講乜嘅我愛你嘅嗰種，不過真見遇到事情係冇人好參詳。我咪去做伊人阿妹家，係，我人阿妹懂安泰人嘅無安尼廣告啊，排泄啊，安尼開再懂排泄，我講係按分我多擺5萬嘅樣，叫其實也愛有得注意啦，哦，你陣間存幾多錢，固定開始要幾多，安尼5萬用擺爛哦，佢一下就講到，就講到我痛處，會叫字咧，係真嘅唔拉，係叫阿妹就當係全部都付清。
你要说我爱妈妈，给妈妈我爱你，妈妈爱你。这个部分，唔好眼真件當吼，因為有上次真件嗰部獎位老夫抗議來，因為排泄講係講真件排泄，尤其台灣對西來，尤其係唔真件去唱要聲嘅哦，佢做800人會想講嚇捱做800人，老次架爸爸媽媽家就唱捱次架冇檢條，冇唔會開數樣咁樣。咩講佢哋會笑？嗰係啦，咩講佢哋？真件嗬，有也有愛就警員播，冇也冇愛就將路邊錯。真嘅，唔過你下先聽下來看一睇樣片，因為老人家錢冇。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傾下嚟討論了。老妹啊，同工哦，我副家聽啊，佢家己聽同貴呢，愛10萬的元咯，昂貴哦，唔過啊，昂貴咩冇人兩三個三富貴啊，真嘅呢，人哋今年做到很上場咧，係啊，全部都係發。就係太子家講嘅姊妹種，你真嘅係好姊妹。阿姊，有一件事情我想要同講呢。乜嘅事啊？就係唔做得將係80萬冇啊？乜嘅呀？你嘅感情更做得用假嘅啊？當然做得啊！我就係最近貸款拿唔出來，姑嫂真想去唱同我聽數啊！老妹呀，你咩啲捱下下嘅衝控啊！哎呦，阿姊，我就係啲下下嘅衝控啊！姑嫂，我真會開再同講一件事情，因為我老動作係我最強、最得人殺、最有能力、最優秀、還個最親愛那個阿姊啊！老妹啊，糾結，我是做得，我糾纏，我做唔到啦。係講80萬太多嘅話，冇按你啦，你先加幫我1、2、3、4、40萬做得冇啊？老妹呀，我想一下呵。我想清楚咧，好，將伊想嘅講出來。老妹呀，我講講啊，我將錢加本，但你嘅感情會留過去，冇強用啦，因為冇強用咧，我一直都會係最頂人下嘅阿蘭妹啊，阿蘭妹，真唔係咧，我講下將我男朋友加本，就變人老公，呀哈，我將錢加本，就係變人嘅家族，我真冇愛家，哼，冇愛家就冇愛家啊，嘅野蟲起航，大妹冇想同人做嘅啦，幾輪搞，幫我使用得啦，做嚟咧，我係人民做聽咩？我嘛，咖啡較貴啦。先講當位呀。阿總，阿總姑，我嘅書記快啲咧，牛道嘅書記做啲加本來嘛 ？Yes。安子生。阿總姑係你同好講 yes 嘅人。阿總姑，我做唔到菜下南鋪，唔嘅菜做啲加本來嘛 ？Yes。阿總姑。Yes yes yes。唔過啊，阿總姑。眼叫冇看到，你幫我好冇啊？由於你情形，佢會直接講。前1秒鐘阿總姑心情一好，下1秒鐘就變到熬死面。你看人嘅目珠，人嘅屁股，人嘅嘴，白到幾大嘅。原來阿總姑發生啲乜嘅事情咯？可能係因為大家冇俾到機用時嘅空氣。接下來就帶大家轉到案發嘅現場。嘉錢我提提去食。提錢係冇啊？當地阿總姑看到一張人，上海講話又講唔出乜解，條條列列係用嘅，呀，聽錯就係老氣。嘉錢，
阿忠姑，俺今无看到你阿婆嘅好无啊？唔好。很不好，我要翻嚟講。我咩有事情要老人講，我先講，我老人講啊，我媽媽本人倒閉啊，欠嘅30萬，我還用我爸爸投資股份，我講我倒閉，嘅財，韓國嘅財，我賠300萬一啲冇啊！阿英真係加茶嘅衝動。都對人加錢啦。 No， 坦白係講到多呢種情形，我記得喺對方開嘴以前，我本期攞價錢也兩件事吞進去，我記得咯。好，大家看到呢出兩片吼，真嘅會知道講，老人騎車冇按改呢，行喺前座一團嘅姊妹加姊妹。真嘅吼，愛騎車吼，就要唱加地度嘅只阿忠姑腔樣吼。你講就是嗌冇做唔得，嗌媽媽本人道歉，嗌媽爸本人欠錢，嗌老妹妹欠錢，嗌父卡你下欠4千。去到醫所哦，嚇，去到醫所，唔過真嘅啊，愛老人騎車咩冇按改，你家駕駛順風量還有人愛老人加錢用嘅。真嘅係懂難，但是我說我嘅風是懂好，懂吃嘢，就因為做戲懂圈嘛哈，韓國人又唔啲馬上會讓你加錢，你冇辦法出價嚟講按到嘅發鈔嘛。我說係講有人無預警的跟我借錢嘅時間，我就會老佢講啊，歹勢，我一下嘅戶頭哈，全部都係轉做美金來去投資，我說就冇去台幣了，哪有可能？我當係加錢啦，冇，其實我想講哦，你冇台幣，啊，可以去算嚟算嚟，哪有可能？樣嘅時間，佢就講，冇相關，少嘅2-3千元就好咧，佢就會攞嚟加嘅現金嘛，我就講哦，唔過我一下都冇帶現金喎，我一下搶有嘅 Apple Pay 歹勢。錢唔係就冇咧，咱沒有啊，咱沒有啊，你們都得 Apple Pay 不啊？沒有 Apple Pay，Apple Pay 係信用卡啦。怎麼的啊？超嘛！好啦，一嘅時間，佢就想講哦，今年做得嚟付條嚟轉賬一下嘛，我就會講老外用路銀行嘅那個設定管理咧。我說哎喲，你就懂吃嘢，房車地價意思就係講，我就是要給你軟釘子啦，看你要變幾多幾啊。唔過最尾一團的一次嘅時間，哦，大家都知，安尼財廠吼，有一聲音啊，叫名按到中8千。哎呦，中8千啊！你講一下，假使你下有人愛食，讓你食先，唔講你當唔想食嘅樣嘅。好啊，其實哦，我食條比較好多咧，因為我兩部個就賣屋噶，所以我就分賣屋之前嘅食口，也係賣屋以後嘅食口。無論也係當熟也冇熟嘅朋友哦。我冇賣屋嘅時間，我先會講，先會我壓愛，讓我賬戶關到黏黏跳跳嘅，所以記得要關錢啊！假使因為讓假錢，哦，先過張媽媽那一關，哦，大家聽到就唔敢去。會給別人。後來因為要賣屋以後，我講，你講你欠幾多錢？我欠銀行吼加錢萬，我比你還窮呢。誰要借我錢？你先借我。你喺做什當好嘅食講，嗌我幫你做嘅，喊講嗌你下要貸款。係啊，我總北強最厲害嘛，梗係點啊？講我加錢，將我總北強，總唔去加。你就係自己，不過基本以前大家分享按到，嘛希望大家會記得一句話是講，人兩腳甜甜，千為四腳嘅走動嘅，好啲好大家愛前進去，好好嚟種啊自己嘅金錢流向，就唔係半年價錢啊，自己可能讓人拖先，希望大家都做得全台先，愛全台先，還要再放8歲下禮拜仲有時間，大家天卓愛繼續來收看藝隊嘅後生太上宮，要花太假歌，地方太假，穿太險啊！人難免是會遇到困難，而生命當中有可能會騷擾讓人借錢，嘛有可能會借人錢。不過，天卓愛片段好些所有嘅條件，讓你嘅天愛借，還係唔借，用理性嘅方式來處理，讓做得圓滿順遂，唔會遲到，肉肉少少了。